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的万里一个果农真厉害哦，种出来的帝王柚都亲像篮球遐尔大粒。这位农民种柚啊种30多担咯，今年大丰收，特别是果圆果大粒的帝王柚，一粒有8台斤重，比一般3、4台斤的柚啊大1倍。 民众买柚啊，一粒称重，专经上大帝王柚，要买来做柚仔茶。一般柚啊，大约是3、4台斤，帝王柚一粒就8台斤。摕这粒篮球来比看卖啊，这帝王柚甲篮球变大呢。如果不套袋，果园一钉下去，那个卖相就不好了。帝王柚若大粒，嘛特别芳，佮叫做芳柚，伊的芳气当维持1个月。嘛因为伤芳啊，所以收成进前的依赖瓜果神，农民拢爱套地啊。 我在那个永靖买它的品种回来接的，接那个泰国柚。有30多担种柚啊经验的果农，当时种4种柚啊，今年是大丰收，也佮种出像篮球遐尼大的帝王柚。就算中秋节已经过去啊，不过买去又还是无减。